各位歡迎收睇6點鐘新聞，我係陳婉容。我係范樂恆，先睇今日嘅新聞重點。標準工時委員會研究點樣？各位，標準工時委員會開會研究喺工時同埋薪金等方面保障弱勢員工。委員會就話會委託政府經濟分析師收集有關數據，期望出年3月向政府提交報告。標準之前向政府提交報告。立法會一個小組委員會討論政改方案，泛民質疑中央表明冇修訂空間，見面有咩目的？何永生報導。政務司司長何永生報導。政改咧，希望行政長官梁振英表明，就算泛民議員已經表明會否決政改方案，但係仲要珍惜喺今個星期日去深圳同中央官員會面嘅機會，因為除咗政改問題之外，仲可以討論一旦否決方案嘅話，之後有咩可以做。張嘉怡報導。梁振英出者張嘉怡報導。立法會一個專責委員會第4次研訊高鐵工程延誤，作供嘅官員話，當局無意向公眾同立法會隱瞞。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中國發表軍事戰略白皮書，指出一啲域外國家插手南海事務，海上維權嘅鬥爭將會長期存在。孫兆琴報導。和大家見面了。繼續新聞時間，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討論重建公務員合作社樓宇。政府估計只有85個地盤具重建價值，有議員就質疑重建成效唔理想。房協喺北角丹拿山為長者提供住宅單位，項目正式命名為晉悅，預計係今年落成。盧卓耀報導。本港人口老，盧卓耀報導。港大同中大分別公布行政長官梁振英民望評分，結果各有不同。港大嘅就微升，中大嘅就微跌。港大民意6.8分。河南平頂山市一間私營養老院發生大火，造成38死6傷。起火嘅係一列建築簡陋嘅鐵皮屋，只係燒。尼泊爾大地震嘅災民仲未得到足夠嘅物資援助，但當局已經安排學生下個月復課，到時學生可能要露天上堂。黃敏俊報導。記者楊嘉玲報導。南美厄瓜多爾嘅加拉帕戈斯群島上面，一座沉睡30幾年嘅火山爆發。雖然噴出嘅岩漿未有對人類構成威脅，但島上嘅獨特物種粉紅鬣蜥就可能大量死亡。邱傑華報導。亞洲電視記者邱傑華報導。各位新聞報導員，再會。